今次帶大家去介紹一間帶有輕奢風格嘅380尺居屋單位。屋主係一對年輕嘅夫婦，俾我哋之前嘅案例吸引咗，所以撮合咗今次嘅合作緣分啦。新居屋一直都具有爭議性，同埋大部分業主都比較介意嘅缺點就係開門見廁嘅問題啦。而今個單位應該係屬於少數仍然可以改動間隔嘅新居屋。首先為咗要解決開門見廁呢個問題，索性就將廁所門改位喺客廳入，廚房亦都拆除咗部分嘅牆身，擴大返廚房嘅空間。本身應該係玄關櫃嘅位置，就用咗家私去間隔出一間書房。用家私間隔嘅優點就係彈性比較大，可以喺大門旁邊做多一組玄關櫃，擺放鞋、日常用品或者雜物之類。書房嘅入口想有更加好嘅隱藏效果，所以用咗雜字架嘅形式去呈現，同埋亦都利用視覺效果嘅輕重感去平衡返旁邊嘅飾物櫃。為咗唔想書房變成一個密閉嘅空間，所以面向客廳呢一邊嘅儲物櫃專登做咗一個窗，可以同出邊嘅客廳有返個連結。另一邊就做返一組大嘅書櫃連埋書枱嘅位置，喺下方嘅書櫃入面更加隱藏咗一張單人床㗎，要用嘅時候先拉出嚟，方便親戚朋友借宿一宵。而光線喺一間屋入面係非常重要嘅角色，今次我就跟返書房嘅流線喺天花頂做咗滲光效果，主要係補充返門口一帶嘅光源。今個客飯廳係靠近窗邊，可以望到出邊開揚嘅景觀之餘，又可以令到陽光入到屋。電視櫃一直去到浴室，甚至門口嗰一邊都係一致用返家私嘅維新設計，亦都充分利用咗維新嘅優點去隱藏返廁所同埋主人房嘅入口，令出嚟嘅效果更加統一。主人房就係簡單嘅典型居屋睡房格局啦，一邊係大嘅衣櫃連梳妝台，近窗邊就係一張雙人床。至於今次主人房嘅間隔係同出面電視櫃用家私做嘅，所以喺床尾嘅位置就用咗部分嘅櫃體做咗玻璃飾物櫃。今個浴室嘅間隔都有重新規劃過㗎，空間上比原先更加闊落，甚至可以放到一個浴缸添。廚房門換咗一道玻璃嘅趟門，而冇咗原有牆身嘅廚房，雪櫃就有空間可以放返入去啦。同時都可以滿足到擺放洗衣機同埋洗碗碟機嘅需求㗎。今次嘅設計某一啲部分都適合立體預製件嘅新居屋去參考㗎，例如係用維新同埋暗門去化解開門見廁嘅問題啦，又或者喺大門旁邊加一間客房。可以聽唔聽到㗎？哇！呢道門隔音超好，聽唔到我講嘢嘅。可以啦。屋主係一對，你再嚟講客房。